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大智 channel。讀呢條片嘅時候咧，係完成咗星期三，即係10月15日嘅夜賽啊。換言之咧，就已經係跑咗11個賽日嘅賽事。喺呢個時候咧，就同大家睇下啲騎師啊，或者練馬師嘅成績啊。咁先講下啲騎師嘅成績啊。騎師其實23個騎師咧，就仲有4位騎師係未開齋嘅，就包括金成剛啊、潘大偉、董明朗同埋潘明輝嘅。咁其中潘明輝係較為失運啲啊，因為佢嗰啲亞軍數目都好多嘅，有7次跑第二。睇下會唔會即係憑住個鬥志咧，盡快開齋啦。反而咧唔係咁樂觀咧，就係潘大偉。潘大偉咧嗰個佢嘅坐騎數目咧，反而比董明朗都多嘅。咁但係佢嗰個成績咧，如果計嘅亞軍咧，係得一個嘅啫。咁所以咧，呢位騎師就唔算話太樂觀嚇。但係金成剛咧，話晒上季跑啲泥地好啊嘛，呢位騎師咧，相信都會，我估計啊，會快過潘大偉開齋嘅。咁跟住就數埋董明朗啦。董明朗咧，就較為擔心啲啦，因為咧佢嗰個支持度啊就較為弱啲。其實佢嗰個出馬數目咧係排喺呢一個尾二，反而咧已經係開齋嘅胡顯東咧，其實佢嘅坐騎咧就數目好少嘅啫。不過董明朗仲未開齋，咁又睇下董明朗咧可唔可以盡快開齋啦。講完下啲未開齋嘅騎師之後咧，就又講下啲練馬師啦。其實22個馬房咧，隨住啱啱尤達榮開齋咧，全部咧都係贏過馬㗎啦。不過好多都係暫時一 win 嘅啫。例如而家暫時殿後嘅葉楚航啦，佢就之前憑住震倉寶舉步生風咧就贏咗馬。咁但係咧暫時嘅成績係得1冠1季啊，個上名率咧係22個馬房咧最低，睇嚟都要加把勁啦。至於咧就數到叫做尾二啦，喺成績嗰度就係尤達榮。咁尤達榮咧，如果你睇翻佢啱啱都係叫做踏入10月份開戶，但係原來佢上季叫做初次喺香港開倉嘅時候咧，原來佢都係喺10月份咧先至派馬上陣嘅啫。又睇下會唔會真係10月份先至開始發動佢攻勢啦。咁跟住咧，即係都係喺成績較為美烈嘅，仲有伍鵬志啦。呢位練馬師啦，呢個馬房咧就個成績暫時嚟講真係始料不及啦。因為咧講緊前季都仲喺度爭緊冠軍㗎嘛，咁而上季咧個頭馬數字就下滑咗。今季到目前嚟講咧，嗰個成績咧就情係嗰個叫做斷崖式嘅下跌。不過咧佢好多亞軍嘅，即係嗰個手風就唔算話好順嘅。睇下可唔可以諗啲方法咧去扭轉乾坤啦。咁至於仲有季福特咧，雖然叫做暫時都係喺尾列啦，不過佢出馬咧就少啲嘅。同埋咧，你見佢原來個上名率咧係排第一㗎，即係暫時嚟講。所以呢位南非嘅練馬師，相信咧即係講緊嗰個成績咧都唔會話太差嘅。咁講完叫做暫時喺尾列嗰啲練馬師，又講下喺前面嗰啲啦。而家帶頭嘅就係廖康銘，而廖康銘咧目前嗰個上名率咧就都排第2位嘅。同埋廖康銘，如果你睇翻佢上季嘅成績同埋大部分嘅時候咧，個上名率咧都係偏高，所以咧今季佢嗰個成績預期咧都會係樂觀嘅。另外排第2位咧就係方嘉柏。方嘉柏咧之前咧就話曾經即係講過啦要申請主帥，即係諗住莫雷拉嚟幫手，不過咧就唔批啊，睇下佢會唔會稍後再申請啊。咁但係咧嗰陣時已經有朋友就話啦，可能方嘉柏請莫雷拉翻嚟咧就諗住爭呢一個冠軍練馬師寶座嘅。咁如果你睇翻近期呢個馬房頻頻贏馬嗰種表現啦，似乎呢種推斷呢種揣測咧都唔可以話空穴來風喎。因為如果莫雷拉嚟嘅話咧，真係幫佢贏多啲噶嘛。不過暫時咧靠啲徒弟仔咧都幫到手嘅，好似啱啱星期三啦，一個舊徒弟何澤堯，一個新徒弟黃志宏都幫到手贏馬。所以方嘉柏咧分分鐘今季真係想爭下冠軍啊！睇下有冇機會咧係叫做締造佢第5次成為呢個冠軍練馬師啦。
另外咧喺前列嘅仲有希斯啦，希斯咧就係叫做排第3位嘅。咁而希斯咧嗰個成績喺上季咧就係都叫做躍進咗，因為上季佢最後係排第2位嘅。咁而希斯佢自從有咗嘉應高升呢匹震倉寶之後咧，真係大旺晒個馬房。同埋咧佢訓練嘅老馬咧，哇跑極都有嘅，好似嗰啲咩天時名區啊、人和家興啊，呢啲都係表表者啦，甚至乎最近佢都好有心得都係嘅。所以咧有呢匹震倉寶嘉應高升咧喺度鎮住嘅話咧，相信希斯今季嘅成績咧都會係理想嘅。另外暫時排第4位咧就係沈集成。沈集成咧俾我感覺咧今季真係冷有搏熱有搏嘅。講冷門咧就啱啱即係之前嗰場日賽啦，爆隻60幾倍嘅關鍵所在。咁如果講翻沈集成咧，上季成績咧佢無疑真係下跌咗，因為咧以往佢成日咧都排喺頭幾位嘅，上季咧就排第11位。咁而家睇落嚟咧，沈集成咧呢一輪嘅攻勢都會繼續住㗎。我諗咧短期內咧仍然係值得跟進嘅。好啊，嗱，同大家都叫做講過下騎師練馬師嘅成績，又睇下稍後嘅時候咧，佢哋個成績咧會唔會有啲咧就可以由低位反彈啦，有啲係繼續 keep 住一個好成績啦。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嘅。